恁囝仔着磨杯重担的，着就分我，我要互恁安息。我心内温柔谦逊，恁陪我的担来对我学，就恁的心神会得到安息。因为我的担是快，我的担是轻。三角来吟诗学罗上帝，圣诗140首，耶稣的手扶持我，耶稣的手扶持我，安稳伫伊胸前，仁爱那阴影惹我，互我灵魂安宁。温柔疼叹的声音，会解我心忧闷。对阳光天堂降临，常常安慰施温。耶稣的手扶持我，安稳伫伊胸前，仁爱那阴影惹我，互我灵魂安宁。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徛地，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17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前来受苦，竟是假死来葬，互因府。第3日对世人中国话上天，
他这里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上通，罪赦免，肉体国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个来启用，请来掀开启用文第55篇。启用文第55篇，也就是马太福音第6章，伫圣诗的后面1099页。启用文第55篇，毋通为着恁的性命要食啥物，要啉啥物得操烦。性命减毋是比食物较重要。恁看空中的飞鸟，因无种作，无收成，嘛无囤积粮食伫仓库。恁减无比因较贵重。恁那就因为要穿啥物操烦？不过我甲恁讲，连所罗门上荣华的时，山野的花草，今仔日得活，明仔日互人hết落火炉。伊减袂搁较甲恁糟蹋。所以你毋免操烦讲，阮要食啥物。这个拢是外别人在追求的。独先追求伊的主权甲伊的旨意实现。所以毋通为着明仔载操烦。一日的艰苦，一日当。请咱三角后头来祈祷。阮伫天里的阿爸爸上帝，伫你所设立的圣日，阮同心的兄弟姊妹，搁一摆聚集伫你的圣殿，同心敬拜你。即时，阮要恬静阮的心，迎接你的降临。愿圣神引带阮的心思意念，互阮心所想的、喙所讲、所吟的，拢得到主的欢喜。主啊，你设立安息日，要互阮歇阮手中的工课，转入到你的面前，专心来归向你。日子无论是艰苦还是顺境，你拢是创造天地、掌管历史的主。你拣选即日，要互阮记得，阮毋是干那靠家己的力量来活，乃是靠你的恩典、你的应允来徛在。求你打互阮的心，暂时离开世上的一切的烦扰，来放下家己，安静伫你的面前。主啊，求你用你的安息更新阮的身体，更新阮的灵魂，更新阮的心智。互安息日，毋若是歇困家己，是搁再回转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将一切交托互你，一切在伫一切的事面顶来信靠你。愿你的平安伫阮的中间掌管，愿你的圣神互阮安息，伫你的厅内面得到真正的休困。主啊，你看阮，但是规日拢咧无闲，心内定定拢无定着，有时烦恼生活，有时困扰阮的身体，有时咧操烦阮的未来。阮常常想要靠阮家己的气力，咱想要硬来硬来才面对这一切，却毋知影爱转来你的面前，
来休一下。主耶稣，你讲，既若劳苦担重担的人，拢着来到我这，我要使恁安息。今日伫即个时阵，要将阮心内忧烦、重担、烦恼，阮要拢总交托伫你的面前，求你用你温柔谦卑的心来安慰阮的心，求你用你的恩典来扶持阮每一个人。主啊，阮毋但是用家己的血力来徛在，乃是靠你的疼、你的平安、你的恩惠来活。求你担踮伫阮的中间，使阮真实的安息，互阮伫你的面前得到平静，阮的心灵得到休困。主啊，即几日台湾世界拢在落雨袂煞，求主你看顾即片土地，毋通阁造成大的伤害。也求主甲受灾的灾民同在，互中建的工课会当顺利来进行。主啊，阮也为着中部即个低温的防疫工课来献上阮的祈祷，互真相来显明，互各单位甲民间的业者拢会当做好家己应该爱做的代志，互即摆的事件歹的影响会当较紧过去。台湾的猪肉的产销会当较紧来恢复正常。主啊，阮也要为着阮中间心灵欠安的兄弟姊妹来代祷，求你用你的手抓着因，互因得到医治，得到力量，得到安慰。阮也要为着遐因为真济代志袂当伫今仔日袂当来到阮的中间，甲阮三角聚会兄弟姊妹来祈求，求你纪念伊。虽然无伫阮的中间，愿你的圣神甲恩典会当陪伴因来扶持因。感谢主听阮的祈祷，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咱下面是赞美的时间，今仔日圣歌队要唱的诗歌是《雨水不断滴我门窗》，是圣诗的602首。雨水不断地我们
即是咱来讲述上帝话。今仔日要读的圣经记载伫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20章第3节到11节。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20章第3节到第11节。和合本是伫91页到92页，台语汉字版是伫第80页，现代中文译本是伫94页到95页。出埃及记第20章第3节，我以外你毋通有别个上帝，毋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不论天顶、地上、甲地下，水内所有的物，拢毋通做因的像。毋通敬拜因，也毋通服侍因，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断断毋永远用别个上帝批评我。怨恨我的，我归咎伊的罪，到对爸到囝到3、4代，向我守我诫命的，我施恩予伊，直到千代。毋通滥觞称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名，因为滥觞称伊的名的人，耶和华的确无掠伊做无罪。着记得安息日守伊做圣，6日内应该着活做一切工。独独第7日就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来守的安息。即日你甲你的囝、查某囝、奴仆、女婢、精生。以及踮伫你中间的出外人，一切的工拢毋通做，因为6日内耶和华创造天地海，甲迄中间万物，第7日就煞。所以耶和华束缚伫安息日，设立伊做圣。咱今仔圣经读到遮，今仔日讲道题目是上帝所赐的安息，请咱恭敬来听。落兄弟大家平安。伫今仔日圣经信息分享的大先，咱先做伙昂头来祈祷。充满慈悲、阁有大权能的主上帝，阮用感恩的心进入你的殿，阮用欢喜同心敬拜你，阮也用谦卑恭敬的心，阮透过读圣经。阮领受着你的话，主啊，伫以下圣经信息分享的中间，阮也恳求主你的圣神带领阮的心思意念，互阮会当对伫圣经的分享。主啊，你帮助阮，会当搁较深来明白主你的旨意，搁会当透过圣经信息的分享，互阮无论讲也是听的。拢会当平平，因为你的话来得到造就，来得到教育，互阮会当有更较深的认捌，阁会当有更较多的信心来跟对你来行。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想咱几若遍拢已经伫咱的主日礼拜中间圣经信息分享来讲到10条诫，所以咱今仔日是要焦点伫10条诫前4诫的第4个诫。咱知影10条诫第1诫到第4诫是讲到人甲上帝的关系，第5诫到第10诫。是讲人甲人的关系，所以咱知影，大圣咱爱建立甲上帝的关系，安尼咱才知影怎样人甲人会当有一个下伫上帝旨意的关系。相时咱人甲人的关系出啥物问题，咱就爱转来伫信仰的中间来思考。咱甲上帝到底关系倒位出错？所以咱就来看第1诫到第4诫的中间，这个算作是一个结论伫倒位？
守安息日。但是守安息日为什么遐尼重要？咱就来看。咱知影日本伫1980年代就开始感受到所谓的泡沫经济。咱知影1960年代、70年代，迄当阵的日本会当讲遍地黄金，所以迄当阵真侪台湾人伫迄段时间去日本遐拍工，也是开店，中华料理，也是做小生意。迄当阵拢真趁钱，会当讲。1960年代、70年代，这日本是真正遍地黄金。但是到80年代，无错，经济有完好，但是开始感觉到什么？泡沫经济，开始生产遐济，然后咧销往美国，美国伫遐什么301条款，是迄当阵嘛开始伫遐进入美国的高关税伫遐谈判。1980年代中。所以，伫1980年代中开始，日本社会开始注意到什么？真侪上班族拢是中年，身体真弱，无什么慢性病，平常时也真活动。然后咧，伫无明显的镜头下面，伫工作的中间，突然中间心脏惊去，也是倒落去。永远爬袂起来，所以当时1980年代中开始，日本的新闻媒体就发明一个名词，叫做“过劳死”。卡罗西对不？江老师，卡罗西，这我日文学袂好。卡罗西，过劳死，这是迄当阵开始有这个名词。这个名词对伫咱台湾有啥物重要性？就是咱也开始感受到，哇，这个问题伫台湾也开始愈来愈严重啊！咱知影台湾是较慢日本，台湾的80年代会当讲真正，台湾钱英卡目的时代，1980年代，咱差不多慢日本10冬。但是1990年代开始。我想咱在座真侪兄弟，迄当阵游玩伫迄工作，所以咱体会到1990年代开始，台湾也渐渐感受到迄个什么泡沫经济，开始经济一无好咧，做头家就开始要求，一方面裁员，我无爱互遐济的人事成本，然后咧工作游玩遐济要安怎？开始加班，也是讲开始有啥物责任制，你代志做了，你才会当走，然后咧，佫无加班费，所以台湾也开始，大家开始讲到即个过劳死，一直到伫2011年，无久以前，咱台湾政府。为着减少过劳死的这个严重的问题，开始对伫互员工超时工作的公司开始有处罚，爱罚钱。这到底即马游玩是同款，所以甚至即马佫有。这个加班爱安怎？薪资1.5倍。若这个国定假日要求员工来工作，嘛是同款，薪资要1.5倍，亲像这个工地同款，留意下这个严重的过劳死的问题，甚至也无输捌伫美国待过。咱知影美国，咱以前的印象中间，欧美人、欧洲、美国的人，休假真多，对无？咱以前的印象，但是咱知影过去这20冬，这10冬啦，过去这10冬，美国的经济，也是面对着真大的挑战。
欧洲、美国拢有通货膨胀的问题。其实欧美即马，尤其是美国上严重。美国人一年休假规定遐多，但是咧，员工嘛即马开始毋敢休假，也是休假咧减少。为什么？惊讲我若照期工来休假，安尼我的工作公司就交互别人做，然后咧我就互人抬头路。吼，所以这是一个真普遍的问题是啥物？大家毋敢休困，也是你休困，你会有罪恶感。吼，这嘛讲到咱基督徒的，吼，耶稣过去牧会。团契要出去佚佗咧，佚佗就佚佗爬山就爬山，拢爱加啥物？灵修旅游，灵修旅游。了食饭啊，食饭啊，事工讨论，实际上兄弟姊妹大家做伙出外踏青，这是真美好的代志。诗篇安怎讲？兄弟欢喜做伙。对无？这是真水的代志。然后咧，咱家族聚餐，大家欢欢喜喜，真好。咱讲主内兄弟姊妹，出去食饭，为什么会感觉真惭愧？当然有教会的经费运用的一个讨论，我感觉这会当讨论者。但是实际上，休息毋是一个见效的代志，因为圣经拢已经提醒咱啊，伫无用的生活内底，适当的休困，也是咱讲休困，实际上会当讲是休闲，是真重要的代志。这就是为什么讲到安休。其实安休有时阵，咱即马想讲安休，就是离开即个世间，迄叫安休。其实安休日，即个安休，其实意思是休困，互咱的心灵会当对伫日常生活真大的压力，也是杂事真多的中间，咱得到一款心灵的休困。安休其实就是上帝授予予咱上美好的一个礼物，甚至上帝伫十条诫安怎命令咱？伊命令咱多纪念安休日，守伊做圣，守伊做圣。守伊做圣的意思是啥物？咱圣经内底，尤其是旧约圣经讲到做圣。就是分别做圣，所以为什么咱讲做礼拜中间莫用手机啊？因为足自然的，你用手机啊，一开始是看圣经，也是查圣经，也是一个字你查一个。问题咧，滑一滑就滑到咱就开始有真侪工作的代志啊！等一个工作几点搁爱去？明仔载工作要安怎？人的本性，所以虽然讲即个真侪人讲即马手机啊看圣经搁较方便但是咱犹原鼓励咱用圣经诗用咱几本的圣经诗其实这是一个操练咱将手机啊放一边当然嘛是咱手机啊放一边，然后咧咱会关起来爱关起来若无等者赖一个赖也是点安尼影响着咱做礼拜但是上帝命令咱就是着纪念安息日，守伊做圣。短一句话。问题，咱敢有遵守即个诫命，也是咱看轻即个上帝所授予咱安息的即个礼物。
安息的即个礼物。各位兄弟，圣经创世纪，圣经创世纪记载，上帝创造天甲地，上帝创造即个世界。上帝创造，然后上帝安怎看伊所创造的？圣经写讲，伊看这一切所做的真好，真好。然后创造了后，上帝敢有安尼？就讲真好。无，上帝搁进一步，好上加好，创造了互世界一切会当休养生息的第7日，休养生息的第7日。然后圣经搁安怎写？讲上帝祝福，并且将即个属伫安息的日子来分别做成，来分别做成。上帝祝福，然后咧，将即个安息的日分别做成。各位兄弟，用即个角度来看，安息，就是原文的意思，就是休困。休困是上帝赐予所有受造物的一个恩赐，是伊施恩，互咱领受即个宝贝的礼物。咱知影世上的一切，拢有休困的时阵。咱甲所有的动物拢共款，咱有需要困眠，甚至咱若困眠有困难，这变成一款咱即马真严重的一个问题——困眠困难。啊，动物的，甚至有的动物不止每一日的困眠。阁爱有冬眠，因为真侪所在寒天非常的寒，然后寒天对一寡野兽来讲欠缺食物。啊，若冬眠呢？冬眠就会当一段时间毋免食物件，只要伫遐休困就好。动物有困眠，有冬眠。连花草树木，甚至土地，咱讲花草树木，咱有讲成长期咧，阁有休眠期。成长期、休眠期，然后土地咧，嘛需要咱讲休耕。为虾米？要互土地养分更新。定心会当有充足的养分，若无咧，咱安怎种安怎种，除了下肥了愈下愈济啦。若无吼，到后来即个土地本来真好的土地，会当种出真好的菜色。你若无有休耕的机会，一直甲伊压肥到后来咧，无阁遐尼好。产品无阁遐尼好，咱讲休耕，咱讲连土地拢需要休困，所以咱若拒绝即个安息的礼物，其实就是违背咱受造原来的本性，是违反本性。所以咧。上帝授予予咱每一个礼拜会当得到一天的安息，这互咱安怎？咱对伫平常时，无论工作，也是家庭的代志，也是为着咱参加真侪活动、真无闲的中间，
有时阵毋是身躯的无用，是咱的心，咱的头壳真无用，互咱的心灵会当伫即个安息的即日，咱重新来校正、校准。亲像咱若有挂即个机械的即个巨型的手表啊，咱知影挂久了后咧，一工慢1分钟、2分钟，啊慢1分2分无要紧，你一礼拜无去调整，哇，安尼迟到会真严重。所以咱咱若挂即个机械表，拢爱安怎？每一工拢爱找着机会，爱重新调整时间，对迄个电台，还是对电视，还是对咱的手机啊，咱爱随时固定爱重新校正。若无咱的手表啊，会慢分，也是紧分。久了后，你若无有即个重新校准，咱若挂即个巨型的手表啊，咱就知。到后来甚至停啊，咱拢毋知啦。有时阵像也无说有时阵这旧表啊。停拢毋知啦，因为即个表啊久会磨损，开始咧就会停啊，无去校正，无每一工注意校正，出门的以前出去校正，还是困以前校正一下，停拢毋知，到需要手表看时间，煞时间完全错误。所以上帝赏赐咱一礼拜一工的安息。互咱的心灵亲像即个旧的手表啊，行40档、50档的手表啊，咱会当重新校正，重新校正。至少咱会当暂时将生活的重心对伫生活的杂事，咱强迫咱家己，转来仰望上帝。转来仰望上帝，至少坐伫下骹，坐伫即个礼拜堂中间，咱至少会当有一个有一个机会，想想的，即礼拜我诚做一个基督徒，我安怎过即礼拜？后礼拜我要怎样活出信心，重新来仰望上帝？安尼，咱才会当伫甲上帝的关系中间，咱才会当持续成长。咱才会袂讲慢分，手表啊慢分，咱毋知；手表啊时间愈走愈紧，咱毋知；甚至手表啊歹去，咱到看手表啊，较知影讲，哇，已经停啊，停几若工啊，我竟然毋知。每一礼拜。有一天的安息，互咱心灵重新校准，互咱的焦点会当搁转来，独仰望上帝。咱知影，咱拢知影，人甲人爱会当有时间来做伙相处。安尼感情才会久久长长，开时间做伙，感情才会久久长长。就算讲透过视讯，感觉也减什么物件；就算透过电话，咱也感觉听到声尔，无看到影。人甲人爱开时间做伙。感情才会久久长长。咱也知影，伫即个社会上，偌济婚姻的问题，拢在伫欠缺时间，大家做伙，欠缺有一个面对面的沟通，煞无办法做伙来经营关系。这是即马婚姻问题上多就是安尼。甚至有时阵，咱就算面对面，结果咱目睭是囥伫倒位？囥伫手机啊！这真正咱大家拢爱真正爱真细致啊！
卖你的另外一半伫遐受气哦，你甲发现讲啊，哪会安尼？哦，当然人甲人是安尼，咱甲上帝佫较是安尼啊，咱甲上帝佫较是安尼。即个上帝命令咱一日爱安歇，命令就是爱咱，无论如何，咱也爱遵照着安尼做，爱逼咱家己安尼做。因为咱知影，当咱无有一个时间专务专心来祈祷上帝，来灵修读上帝的话，其实时间一久，当然咱无办法感受到上帝亲密的关系，也无办法感受到伊的同在，因为独将一切代志放开，这伫咱即马的现代生活中间真困难，真困难。咱手机族，讲实在的，咱手机族，咱有时阵手机啊，1点钟、2点钟无放伫身躯边，咱就手足无措。但是伫礼拜中间，咱会考虑着啥物？啊，别人会看啦，会友会看啦。牧师伫台仔顶会看啦，师会伫台仔顶看现啦，咱就毋敢。有时阵咱爱有即款的半强迫自己，这就是上帝命令。为什么伊用命令，互咱通强迫咱自己？咱讲啊，对，我袂当安尼。啊，对，就明确上帝讲袂使，上帝讲爱安尼，守一日爱安歇。分别罪行，因为咱也无一个时间专务专心，甲上帝培养关系，咱只是会越行越远。当然讲到现实，伫工作上，甚至有时阵。咱伫家庭中间，也是有时阵伫教会事工中间，有人毋敢休困，为什么？因为讲无我袂使，会感觉讲，若我无伫个工作上做，我感觉这是真好，责任感真好。然后咧。考虑着大家，考虑着别人，这是真好。但是咱嘛莫否认，就是即个无我袂使简单几字，敢毋是互真侪人身心耗竭的主要原因？无我袂使。有人讲，我无闲到，我毋敢破病，我若破病，我要安怎？咱若听到即款哦，咱爱特别迫切祈祷，因为这表示啥物？我已经无好好啊顾守我家己啊，无保守我家己啊，无我袂使。有时阵咱会听到即个口号，成功有我，不必在我。其实这个讲着真世俗，但是敢毋是安尼？成功有我是啥物？我尽我的本分，参与伫大家中间，但是成功不必在我。所以咧，我毋免去争取最头，我毋免互遐尼济的压力承担伫我个人身上，看会开。但是我毋是无负责任。我是看开啊，毋是干那爱我。成功有我，不必在我。我想这个口号，咱常常听到。同款，伫真侪代志顶面，无论工作，无论家庭，无论伫你参与的团体中间，无我袂使即几字。真正袂当变成咱压力的来源，
若无咱真容易身心耗竭。常常身心耗竭，互咱万一倒落去，安尼咱烦恼的代志反倒转会发生。咱若伫身心耗竭进前，咱就知影，常常提醒咱家己，爱放心才能安心。有即句话真有路用，真重要。有一句话真重要，这牧师也常常去分享即句话。即句话实际上伫神学院内底，牧会神学，阮牧会神学讲道学，甲实践神学的老师，戴俊南牧师，即马过身几若冬啊，戴俊南牧师，伊就是用一句话甲阮讲，就算没有我，明天太阳一样会升起。就算没有我，明天太阳一样会升起。敢毋是安尼？所以咱毋免万事拢烦恼起来去。所以咧，成功有我，不必在我。事情能成，要有我，可是不必在我。安尼，互咱会当伫需要的时阵，咱讲我需要暂时休困一下，我暂时需要充电。但是这毋是代表讲我代志棒棒的，我不管了，毋是，是讲搁较是一个社会上讲较烂的一句谚语，是啥物？休息是为了要走更长远的路啊！这咱拢会晓讲，但是常常咱拢是因为看袂开一项代志，没有我不行，看不开。留意下这，每一个礼拜中间，咱有几工会当安歇。就是提醒咱，人拢毋是缺我不可，厝里的代志，毋是我24点钟顾伫厝内。当然，咱有时阵，咱有的兄弟可能需要照顾许大人，咱也知影，即马有迄个居家照服喘息的服务，这拢会当来寻求帮忙。真侪时阵，咱也爱体会到，就是咱拢是团体的一分子，每一件代志会当成，拢是在伫大家做伙付出，成功有我。但是也因为咱大家做伙做，咱大家彼此相听、彼此扶持、彼此关心，咱大家做伙来付出。也因为安尼，咱大家做伙，咱会当彼此来承担、彼此来担当，所以咱个人会当有暂时喘气、暂时休困、暂时心灵充电的机会。这个事实，这个现实，就是咱每一个人，无论咱几岁，无论咱身体臃肿，也是咱自细汉。就亲像叶牧师安尼3-8，无论安怎，咱拢会一日一日身躯拉来拉弱，甚至无论咱现在健康状况是怎样，拢会有离开世间的一天。
但是咱拢爱常常提醒咱家己，无论安怎，即个世界悠然会继续落去。即个世界悠然会继续落去，就是若是没有我，明天太阳一样会升起，就是这个道理。过来，咱知影，咱基督徒持守即个每一礼拜有一天的安息，其实这也是一款信心的行动。咱用行动来表达咱信靠上帝，咱相信上帝的手术，上帝的攻击，上帝会攻击咱的所需要。咱知影，尽人事，听天命。非基督徒拢安尼讲，咱基督徒搁较是上帝手术，上帝手术，咱拢会晓讲。既然一切是上帝手术，所以人就毋是靠着不眠不休、全年无休，咱人才会当生存。毋是，主耶稣基督减毋是也爱咱向上帝祈祷。今仔日的日食，收束互阮；今仔日的日食，收束互阮。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敢毋是咱主祷文安尼教咱，用安尼的信仰来向上帝求讨。今仔日的日食，伊收束互阮，咱抓牢这个信仰，咱就要有行动来显出咱真正的相信。当然，创世纪，上帝创造咱人，爱为着伊来建造、来经营。咱讲上帝爱咱人类做伊负责任的管家，咱爱负责任来经营管理这个世界。咱是代替上帝来永远永续经营，互这个世界会当持续成做上帝看最好的世界。这讲到咱人的责任，做上帝真实的管家。甲上帝手术咱一日的安息，这是无冲突的，这是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一个律，都得讲到，万物拢需要有休困，树木、菜色、动物，甚至土地。拢需要休困，这是本性，这甲咱尽责任是无冲突的。所以咱讲，咱上帝伫创造的时阵，敢毋是也讲，第一日到第六日，咱爱安怎尽力拍拼，第七日就休。咱所得到的一切，拢是上帝照着伊美好的旨意。上帝深知咱真正的需要，所以咱讲依照咱的需要，供给予咱，达到咱所念的启应文，咱讲会记住，出对马太福音。所以每一礼拜一日的安息。其实就是通过咱当心敬拜，
咱透过咱敬拜的行动，做伙祈祷，做伙吟诗，做伙读圣经，互咱伫着提醒，就是搁一遍提醒咱，上帝，独上帝是供给咱所需要的，是保守咱所得到的，是上帝，毋是我家己。所以利未兄弟，对伫上帝交托互咱10条诫的第4诫，守安息日，咱知影上帝所定着这一日的安息，无应该成做咱生活加出来的一个负担。这是上帝互咱的恩赐，这是上帝互咱有一个机会，会当放落所有杂事来到伊的面前。咱兄弟姊妹有这个机会，咱同心、同做伙、同敬拜，这是真美好的代志。毋知咱兄弟，咱初参与伫教会事工、教会活动，咱的经验是怎样？但是至少叶牧师，其实伫台北大汉的囡仔，讲到40当前、40几当前，也是共款。一开始来教会听牧师讲道，也是台语听无咧。虽然讲伫厝里也是甲爸母讲道，但是迄当阵感觉台语嘛是听足困难。但是就是足爱来教会做礼拜，毋知为虾米吟圣诗。迄当阵初开始就对即个吟圣诗也有兴趣，就毋知为虾米圣诗的歌词一开始初中生。12、13岁，其实有唱没有懂，但是就爱来，这我想这圣神的感动，但是毋知咱敢有伫初参与教会聚会，有即款共款的感动，就是感觉吟圣诗，真好，真美好咧，我就足爱吟。搁学隔壁迄个长辈，搁吟4部，吟第3部，吟第4部，也是讲。来教会真好啊！就算讲礼拜中间感觉细汉的时阵啦，毋知迄创啥，但是感觉真好。安尼会甲迄个即个长辈听我的长辈会当见面，长辈有时阵会即个安尼做伙嘛真好。开始就真爱养成着做礼拜的习惯。我毋知恁是恁的。过程是怎样？至少叶牧师是安尼，感觉就是足爱来咧，毋知影为虾米咧。佮免讲迄个少年团体聚会啦，我讲过啦，男女分班的时代，来到少年团系足欢喜，又有女生，当然，咱每一人信仰背景无共款，但是万咱佮重新抓掉迄个，我爱来做礼拜，我真爱来参加教会聚会，迄个起初的感动，咱回想咱当时的感动，吟诗有够好然后咧，甲大家一礼拜见面一遍，哇，有够好！迄款起初的感动，咱莫想迄个18天底外，迄个大道理，咱着找转来咱起初的迄个起初的感动。我想即款起初的感动，就是上帝爱咱享受到的，上帝赏赐咱即个恩典的礼物，就是咱的心灵、身躯、心灵会当得到暂时的安息。弟兄兄弟，这就是咱基督徒白白对伫上帝所得到，会当互咱通经验到、通享受到。即个极宝贝的恩赐，愿咱拢会当珍惜即个一礼拜中间一日的安息。咱做伙下头来祈祷，主必听堂的主上帝，阮真正满心感谢你，感谢你赏赐阮你的诫命，互阮对伫你的诫命的中间
愿通慢慢地体会到，你的命令的中间是充满疼痛、甲恩典。你爱阮透过遵行你的命令，你是要互阮搁较会当担着你疼的甘甜，会当享受到你手赐阮迄个美好的恩赐。主啊，愿恳求你的圣神会当带领阮，每一摆伫阮亲近你、做伙敬拜的中间，你的圣神感动阮的心，亲像起初感动阮同款。我有迄款单纯的渴慕，愿渴慕自己做伙来同心敬拜。愿渴慕会当甲阮所听的兄弟姊妹做伙敬拜，做伙来亲近你，做伙来领受你的疼痛，会当信心坚固，会当有更较侪的勇气，互阮转去生活现实的中间，愿有更较大的信心甲疼心来面对每一天生活中间的挑战。主啊，恳求你保守带领，阮的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牧师用上帝话甲咱带来勉励，咱即时来唱回应的诗歌，圣诗第581首。圣诗第581首，救主耶稣万福本源。救主耶稣万福本源，恳求阿罗听称赞，主事恩惠未捌停止，大声吟诗来赞美。日新乌老拢无时停，呼海声音透天庭。上帝疼痛恩惠极大，应该感谢拢无煞，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坐，下面咱来奉献，请民兵执事甲笑妹执事来施献。
下面报告的时间，请咱做伙来看周报。报告事项第一项，后主日12月初9是台湾新学院奉献主日。主美教会的吕古峰牧师要代表学院到本会来请安报告。本会也牧师要前往康宁街教会来报告。第二项就是本主日礼拜后要召开中集会甲小会。第三项，每拜五暗时7点半读经聚会，要用总会每周新人宫读经，欢迎兄姐踊跃参加。第四项，最近流行性感冒甲新冠肺炎有较严重，咱大家爱做好个人的防疫。嘛建议讲，若有感冒，也是体抗力较歹的兄弟姊妹，咱聚会时呢挂喙暗仔。第五项，若需要牧师来探访，也是忙来安排。下礼拜兄弟姊妹请甲牧师，也是中一来讲来安排。下面这边下主日的这个讲道题目甲经文，请咱大家家己来看。咱来看聚会活动。每主日的上午10点是主日礼拜，主日的上午8点45分有献歌队的练唱。每周的新港讲查经是伫拜五的下晡7点半，插会班一个月一届，伫拜六的早起10点。献讲的事项咱即礼拜的朝代是素金节甲槟榔乡，插会是插会班，清扫是秋妹执事。后礼拜讲道是吕古峰牧师，书会是牛长老，书琴是牧师娘，领唱是我本人，书献是民兵执事甲我本人，招待是小宝姐甲苏长老，插会是秋妹执事，清扫是小宝姐。顶周的人数甲奉献统计，请咱家己来看，若有错误，请提出更正。咱三个来读即礼拜的经句伫出埃及记20章第11节。咱我读一遍台语，咱做伙念2遍，再来搁讲念一遍华语因为历日来耶和华创造天地海，甲迄中间万米。第7日就煞，所以耶和华赐福伫安息日，设立伊做圣请。因为历日来耶和华创造天地海，甲迄中间万米。第7日就煞，所以耶和华赐福伫安息日，设立伊做圣。因为历日来耶和华创造天地海，甲迄中间万米。第7日就煞。所以耶和华赐福安息日，设立伊做圣。因为耶和华造天地海，万中万物，并且为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并为圣日。出埃及记20章11节。咱今仔日真欢喜有一位单利约兄弟伊是高雄药厂教会的主来兄弟嘛咱真欢迎伊今仔日甲咱做伙来做礼拜，真欢迎。咱是来做工课还是住哩附近安尼真欢迎咱会合咱才搁加伊较侪迄个熟悉好，安尼咱即马来咱即马来互相请安咱请咱用讲述的方式，咱互大家互相请安。平安。好，咱即马来唱煞要变的圣诗，圣诗第395首。395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请咱起立来认全首会临时要请牧师来甲咱祝祷。主
咱莫袂记，就是主耶稣讲，咱若背重担的，就爱就近伊，因为上帝已经赏赐予咱美好的礼物，就是会当有心灵、身躯得到安息的机会。愿咱拢会当把握即个上帝所赏赐咱上宝贵的礼物，咱用即工分别做成，用即工专务来亲近上帝，亲近伊，对伊来得到满满的信心甲勇气。愿主赐福保护恁，愿上帝应免照恁，也用慈悲款待恁，愿主上帝常常看顾恁，守护恁平安。阿门。请坐，默祷，闭会。